有一位智者，就是很有智慧的人，他有威望在村里，他就带领大家克服困难，相互帮助，渡过难关。但是灾后，每一个村民心里有阴影，都是非常的痛苦。那么让村中的人个个难受，大家见面都不讲话，你好，你好，心里难过。因为现在这个智者有一天晚上，他说，所有村庄的人全部到这个广场上来，我给大家聚在一起，要讲3个笑话故事，让大家开心。村里的人一听，哎呀，这个人要说笑话，大家都来了，拿了板凳都围坐在这个村里。这个人说第一个故事笑话，说的大家笑得前仰后合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大家说第二个呢，他又把第一个故事再说了一遍，笑得没少。第三个故事呢，他又把第一个故事说了一遍，没人笑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奇怪说：“你怎么讲3个笑话都是一模一样的？你看都没人笑。”这个时候，这个智者告诉大家说：“你们对相同的笑话，你们最多笑3次。为什么你们对同样的悲伤要反复的去哭泣、去难过呢？